王琴，迄个杂志社是啥物款的所在啊？哦，你讲美丽岛杂志社？这个杂志社呢，就是足侪民主运动的人，还有人权的工作者所成立的一个杂志社。因希望会当用这个杂志，甲因的想法，互全台湾搁较侪人知影。对我来讲是一个最重要的所在。所以即摆我会当参加因的开幕，哇，对我真正是足光荣的代志。是安那会感觉足光荣啊？会当甲遮个前辈学习，因哪做我哪学，我也感觉足快乐的啊。所以你的目标是啥？我较具体来讲的话，我坦白讲，我真正无想过呢。但是你敢知影？我头一摆看到这本杂志哇，迄内底每一篇文章对我来讲拢是足大的启示的。假使我会当透过我的手，把这个杂志互搁较侪人看到，我就感觉我的人生就有意义啊。文琴，你敢知影？对我来讲上有意义的，就亲像拄则你陪我行转来这段路，每一分每一秒，我拢感觉足快乐的。我嘛感觉足好的。真简单吼。好啦，你先回去啦。谢你哦。